12月12號星期五朝頭早8點鐘，歡迎翻到嚟萬科投資頻道。琴日我哋 update 嘅時候咧，就大概喺呢一個嘅位置咧，咁就講到咧定咗一個短期嘅下行觀察點，就係呢一個91,600蚊短期嘅 support 啊，短期嘅底部啊。咁啊見到隨後咧好快喺我哋 update 完之後咧就跌咗落嚟啦，咁就係下試到落去咧呢一個嘅位置。咁啊但係嚟講咧冇收低到咧之前一個大型嘅底部87,800蚊，咁啊仍然咧係保持緊長期向上升緊嘅底部嘅。咁啊今日嚟講咧朝頭早已經係重上翻晒3條嘅 EMA 線啦，舊底琴日 breakdown 嘅91,600蚊啦，咁啊再度咧係向翻上望嘅，跟住然後個動能指標亦都再一次喺個低位度上升緊啦，對應呢一個嘅底部嚟講咧係持續向上升緊嘅底背嚟嘅，波幅率指標收窄向緊下，咁就橫盤向上嘅發展咧係預期當中啦 ，target 將會係呢一個嘅 EMA 293,730蚊啦，咁啊另外嚟講呢一個嘅頂部94,625蚊啦，都係嚟緊4個鐘頭嘅圖表嘅 target 嚟嘅，咁啊只要個價格咧冇收低翻3條嘅 EMA 線，現時嚟講最低嗰條 EMA 55 91,000蚊齊頭嘅話咧，都會一直保持呢一個向上升嘅判定嘅，甚至乎咧能夠堅守琴日下試嘅底部89,284蚊之上嘅話咧，都會保持呢一個升勢嘅判定啦，甚至乎係一個橫盤向上等待向上爆發嘅一個嘅情況啦。好啦，日線圖嚟講咧，亦都係啦。今日見到咧，連續3日啊係收高過即係企穩啦，條 EMA 21、EMA 9啦，咁啊92,000蚊齊頭啦，咁係一個好嘅表現嚟嘅。咁啊動能指標繼續向上交叉，波幅率指標喺個低位度升緊上嚟，咁啊繼續向上望嘅空間咧係有嘅。咁啊而且咧個波幅率係增大緊啦，咁啊嗰個嘅趨勢會嚟得快同埋嚟得大嘅。咁啊 target 嚟講咧，將會係落緊嚟嘅 EMA 55啦，咁啊97,200蚊剛好搭住咗呢一個跌勢嘅回調線0.618嘅位置啦，咁啊第二個 target 將會係條 EMA 200啦，咁啊10,03,500蚊嘅位置啊，咁啊望緊呢兩個大型嘅關卡啦。我認為嚟講咧，比特幣成個幣市咧仲有一段嘅時間咧，係繼續喺個低位度反彈當中嘅。咁啊，如果要判定翻個跌勢嘅話，至少要見到日線圖咧收翻低晒所有嘅 EMA 線。現時嚟講最低嗰條 EMA 9藍色線咧91,600蚊收翻低企穩嘅話咧，先至好再一次向下望。否則嚟講嘅話咧，我保持繼續向上爆發回調向上嘅一個嘅判定啦。好啦，以太幣啦，琴日有些許嘅下試嘅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就係冇收低嗰條 EMA 9、EMA 21嘅話咧，都會繼續咁樣判定呢個升勢嘅。目前嚟講呢條 EMA 21最低條平均線就係3,140蚊啦，只要繼續堅守嘅話咧，將會一直繼續向上望嘅。雖則個動能指標咧開始向緊下走啊嚇，但係必須要見到3,140蚊收低企穩嘅話咧，先至可以回復呢一個嘅跌勢啦。真係嘅話咧，就會係望翻2,900啊，甚至乎2,600呢兩個嘅目標價格啦。繼續向上望，反而現時嚟講嘅話咧，個波幅率指標仍然係上升當中，仍然有上升嘅空間嘅。target 將會係條 EMA 55啦，3,350蚊啦，EMA 200啦，3,460蚊啦，同埋舊底呢個大型嘅頂部3,660蚊啦，望緊呢3個嘅目標價格啦。好啦 ，SOL 嚟講嘅話咧，仍然都仲係保持緊係呢一個嘅 range 啊，咁啊低至126蚊啦，咁啊高至145蚊啦，咁啊只要個價格仍然係喺呢一個 range 當中嚟到行走嘅話咧，咁就係都未能夠判定呢一個嘅方向嘅，咁啊但係嚟講嘅話咧，見到個價格連續1、2、3、4、3日啦，咁啊堅守緊條 EMA 9 136蚊嘅話咧，係一個短期向緊上升嘅徵兆喎，反而係動能指標嚟講咧好鬼難判斷嘅，咁啊現時係一個好低嘅橫盤嘅狀態啦，咁啊動能指標並沒有什麼幫助嘅，咁啊睇翻個價格啦，要判定向上或者向下走嘅話咧。貨向上嚟講嘅話咧，至少要見到條 EMA 9啦，咁啊138蚊能夠升穿企穩嘅話，可以開始短期向上望。但係比較上關鍵嘅話咧，我自己會等待到呢一陣嘅頂部145蚊真係收高企穩嘅話咧，我先會 confirm 個升勢。如果真係見到嘅話咧 ，target 將會係落緊嚟嘅 EMA 55啦，153蚊啦，同埋呢一個嘅頂部搭住條 EMA 200 172蚊啦，望緊呢兩個嘅 target 嘅。咁啊，如果收低翻條 EMA 9 136蚊企穩嘅話咧，短期可以開始向下望啦。但係如果收低埋呢個126蚊企穩嘅話咧，將會大幅度向下爆發啦，咁就會望到落去95蚊，甚至乎80蚊呢兩個之前滑落嘅白色線啦。For SOL 嚟講嘅話咧，等待緊呢一個嘅 range 咧走出先至可以判定呢一個長期少少嘅嘅態勢上升定係下跌啦。
好啦，跟住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嘅納斯達克指數，琴日咧係跌咗落嚟嘅，但係咧好快亦都係 pick up 翻上翻去啊！咁啊見到個價格咧係再一次喺條 EMA21反彈啦，咁啊早前咧畫落呢一個短期嘅黃色圈圈咧有效啦，咁啊見到咧掂完之後咧上翻去嘅，咁啊但係嚟講咧我自己認為咧向下跌嘅風險咧未除嘅，即係未係十分之明朗嘅，咁啊至少咧因為見到個動能指標咧喺個高位度剛剛見到有交叉向下啦，咁啊係一個弱勢嘅表現嚟嘅，係動能向下走嘅症狀嚟嘅。波幅率指標向緊下跌，咁就係一個向下橫盤收縮嘅情況啦。咁啊，只要佢收低嗰條 EMA9咧，呢一個嘅藍色線25,625點嘅話咧，將會係短期向下望嘅 target 將會係呢一個嘅。向下望嘅 target 將會係 EMA21啦，咁啊25,475點啦，咁啊同埋近期呢一個嘅底部25,383點嘅收低過晒呢一浸嘅話咧，將會大幅度向下望到落去呢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24,880點啦，跟住然後咧就會係舊底呢一個嘅底部，咁啊24,000點咧將會係嚟緊嘅呢一個嘅大型嘅支撐啦。咁啊簡單啲嚟講嘅話咧，我仲係留意緊呢一個嘅作為第一個嘅支撐啦。如果能夠堅守嘅話，將會繼續向上望嘅。一旦收低過嘅話咧，我會留意依兩個啦，24,800、24,000蚊齊頭作為一個大型嘅支撐，反而會係重新向上望嘅一個嘅預備啦。OK，咁啊今日嚟講咧 update 兩隻嘅美股嘅，咁就好耐都冇 update 啦。咁啊原因嚟講咧就係對上一次 update 嘅時候咧就已經可能係可能甚至係依啲位置啦。咁啊之後就一路升啦，講緊嘅係 Apple 啊嚇。咁啊先睇 Apple 嘅日線圖先。咁啊現時嚟講嘅話，你會見到咧仍然係保持緊一個長期向上升緊嘅結構嘅。咁啊一個比一個高嘅底部啦，同埋頂部啦，係一個向上升緊嘅 structure 嚟嘅。咁啊剛剛過去嘅琴日咧，亦都剛好喺條 EMA21啦，係彈翻轉頭啦，而且依一個區間咧，亦都係依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277至到274咁啊0.618依黃色一個框嘅一個嘅關鍵嘅支撐位置啦。咁就係如果繼續堅守嘅話咧，將會係保持依一個嘅升勢嘅。咁啊，動能指標嚟講咧，向緊下跌；波幅率指標咧，向緊下收窄嘅，咁啊向下橫盤嘅情況係喺度啦。咁啊，如果見到個價格能夠重上翻條 EMA9 279蚊企穩嘅話咧，將會係回升翻啦。咁啊，但係如果收低嗰條 EMA21，甚至乎收低過依個0.618嘅水平274蚊嘅話咧，將會係向下望到落去依一個嘅 EMA55搭住舊底嘅底部，咁啊265蚊啦，係一個十分之關鍵嘅 level 嚟嘅。除咗係一個底部啦 ，EMA55啦。更加係依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266蚊嘅位置啦，咁啊係一個可觀嘅位置嚟嘅。咁啊另外嚟講，再望落少少嘅話咧，就會有下一個關鍵嘅支撐位置就係舊底嘅大頂啦。咁啊260蚊，剛好咧都係依一個升幅嘅回調線0.618嘅位置啦。即係話咧 Apple 啊，如果要回落嘅話咧，可以留意呢個短期現時已經 test 緊嘅位置作為第一個嘅支撐向翻上望啦。咁啊第二個嘅話就會留意依一個大型嘅支撐啦，係應該要見到有 support 然後彈翻轉頭嘅，收低過晒嘅話咧，將會望到去下一個大嘅底部244蚊啦。係啊。好啦，咁啊，貨依個周線圖嚟講嘅話咧，係有些許嘅 toppy 嘅，咁就係見到個動能指標咧開始落緊嚟啦，咁就係一個嘅頂背離嘅情況。target 通常都係會係條 EMA9嘅，即係貨第一個嘅 drive 嚟講，咁就260蚊將會係第一個嘅270蚊將會係第一個嘅 target 啦。咁樣收低過嘅話咧，先至會開始向下望啦。咁就會講翻啱啱嘅 target，例如係260蚊啦，或者244蚊啦，同埋條 EMA55大概係236蚊嘅位置啦。目前嚟講呢個波幅率指標收窄當中嘅橫盤向下嘅發展咧係喺度啦，咁啊留意一下咧，我自己認為咧260蚊之上嘅話保持嘅話咧，都會係繼續判定呢個 Apple 咧係繼續向上望嘅。好，第二隻啦 ，Google 啦，咁啊 Google 亦都係啦，咁啊對上一次分析已經係依啲位置啦，咁啊 break out 咗之後，同大家講過嘅一路就升到上去剛剛啦，咁啊去到最高330蚊左右咧，係見到有些許嘅回落嘅。目前嚟講咧，我認為 Google 有些許嘅危險嘅，咁啊當然咧個波幅率指標咧，因為個波幅率指標喺個低位嗰度咧 contract 到好低啦，咁就如果見到下一陣嘅爆發，再加上個動能指標仍然係向緊下望，對應緊呢一個4 drive 嘅一個嘅頂背離啦，再加上個價格持續係失守緊條 EMA9 310
蚊嘅話咧，將會係向下爆發嘅一個嘅判定嘅，咁就係最好就收低埋條 EMA 21啦，咁啊307蚊啦，收低個企穩嘅話咧，將會係下試呢一個關鍵嘅支撐位置啦，分別係成個呢一個短期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300至到呢個0.618，293蚊呢一個嘅區間啦，收低過嘅話將會下試條 EMA 55，282蚊啦，咁啊將會係呢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啦。咁啊另外嚟講呢一個底部咧，舊底嘅底部亦都搭住咗呢個0.618呢個升勢嘅回調線嘅位置啦，271蚊啦，係下一個關鍵嘅支撐嚟嘅。咁啊同 Apple 差唔多啦。咁啊短線嚟講日線圖咧會留意呢兩個嘅位置咧，分別係300蚊齊頭啦，同埋呢一個嘅270蚊齊頭啦，作為一個關鍵嘅支撐位置，係應該要見到反彈，然後重新向上望嘅。一旦收低個270蚊嘅話咧，將會大幅度向下望啦。咁啊，周線圖嚟講嘅話咧，亦都會係望到落去呢一個256蚊啦。咁啊，235蚊啦，係成個升勢嘅回調線0.382、0.5同埋呢一個0.618，大概208蚊嘅位，212蚊嘅位置咧，作為周線圖呢三個大型嘅支撐嘅預備啦，反而會係繼續咁樣向翻上望嘅。咁啊，周線圖嚟講嘅話咧，係有些許嘅 toppy 嘅。咁啱啱講到呢個動能指標咧係低係向下跌緊嘅頂背離啦，跟住有個波幅率指標係 double extreme hit 咗喺個高位嗰度連續2次啦。當佢開始回落嘅時候咧，就會象徵住一個嘅升勢嘅終結啦，然後開始向下望嘅，咁就會一直為大家跟進嘅，至少都望翻落嚟，碼翻條 EMA 292蚊啊，for 周線圖嚟講。好啦，今日嘅 update 嚟到呢一度咧，希望大家去到最後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多謝晒。